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中雾峰的大溪自行车道，串联着921地动公园、亚洲大学、树人商圈等等的景点。道路两边边种几啊百丛的台湾栾树可能菇，即摆这个树叶当咧翻色，真水哦。 雾峰的大溪河边种几排可能区，9.6公里的自行车道，请在地里长带路，小介这雾峰人才知的保重景点。我们沿这个自行车道沿路景点有亚洲大学、921园区，很多有名的美食。可能菇是台湾特有的食物，春天热天发青叶，秋天开花，落尾搁转红色、咖啡色，所以搁叫做四色树。变到秋天，色水转红色，景致就介水。希望乡亲有空可以来这边运动，兼欣赏这个栾木。 在可能区卖下真侪只鸟花来遮做秀，民众会当伫咧树骹，哪听鸟花伫咧啾啾叫，哪欣赏风景，那小偷不绝，超欢台等一片，心情嘛对咧心花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